系么，用当便宜嘅价势买到了食材，真嘅当好用哦。不过真要注意下啲期限要过期冇啊。有阵时我们当很用做得享受了煮菜嘅时节，因为单像煮菜人做得吉天一出菜，清味会变做乜嘅样嘅。除咗享受自家空間以外，煮出來解下真嘅當有成就感。韓國練習詞彙未強樣，當有成就感哦。聽下來看一下，家下喺兩三人講話當中有哪條詞彙，還有幾個做得來學習咧？第一隻，炕肉，炕肉，紅燒肉。我爸換嘅炕肉當好食，我爸換嘅炕肉當好食。來聽下南詩燕用版形講。我爸換嘅炕肉該好食，我爸換嘅炕肉該好食。呀，意思就是我爸爸煮的紅燒肉很好吃。再來，高麗菜，高麗菜，來聽下南詩燕用版形講。高麗菜，高麗菜，也做得講玻璃菜，玻璃菜，高麗菜。炒高麗菜，咩係佢嘅主路菜？炒高麗菜，咩係佢主路菜？炒玻璃菜，咩係佢嘅主路菜？炒玻璃菜，咩係佢主路菜？來聽下南詩燕用版形講。炒高麗菜，咩係佢嘅主路菜？炒高麗菜，咩係佢主路菜？翻譯就是炒高麗菜也是他的拿手菜。接下來，吊菜葉，吊菜葉，茄子。我唔敢食吊菜葉，我唔敢食吊菜葉，我不敢吃茄子。